前再飛，來奮起，和目標相距幾公里，容我飛和世紀，互爭分秒爭先不起。同埋教練一直都係對講緊點樣追，即係用晒所有力去幫我，然後去追啊！大家就算好辛苦都全力去幫我追，然後我就喺嗰一刻就諗緊，我唔可以輸，因為係成隊人嘅努力。競賽越野手裏有地圖，世界路線方向我都知道，磐石未能遇到，還要振作，要是跌倒，向前再飛，來奮起，和目標相距幾公里，容我飛。你自己覺得咧？你想唔想成為小女車神？因為以往車神都係世界冠軍，即係好似你咁啦，跟住係啦，所以我都希望有日可以成為咁，好似大家車咁多嘅車神咁，可以做到世界冠軍呢個嘅目標。